老人家唔小心跌倒，如果未能即時協助，後果係可以好嚴重㗎。有智老友嘅愛長腦跌倒偵測系統就唔使擔心啦。佢運用毫米波雷達技術，透過監測速度、高度、姿勢等變化，識辨跌倒事件，24小時為你自動監測。當系統識辨有人跌倒時，就會即時發出警報，通知24小時關愛及緊急支援中心，工作人員會立即聯絡使用者，並因應情況作出相對協助，例如致電親屬、警務人員、消防員或者醫務人員等到使用者嘅地址進行救援工作。可以自動偵測及通報，無需穿戴任何裝置，加上無攝影鏡頭設計，做到真正保障用家私隱。香港寬頻智老友樂齡科技方案服務仲包括無線家居平安鐘、特設多樣貼心關愛服務，如預約門診、覆診提醒同每月定期慰問等。智老友旨在為長時間獨自在家嘅長者提供24小時照顧，讓居家長者更安全，家人更放心。立即搵我哋了解更多啦！